感谢上帝，伫圣神降临的日子，教会因此来诞生。主耶稣应允伫圣灵的同在内底，咱会通过一个得胜、平安、稳当的日子。什么是得胜？就是人生一定会有挑战，所以才会有得胜。什么是平安？就是世间一定有真侪危险，咱嘛会拄到真侪的危险，但是咱会经过迄个危险，并且咱会成长，咱会勇敢，咱会愈来愈水，伫上帝的眼中看做水。咱会有丧向，但是咱轻调上帝，所有一切的丧向会锻炼咱的筋骨，咱的日子会对着丧向变做富足。一定爱会记哩，丧向毋是上帝定着咱的生活方式，丰盛才是上帝定着咱生活的方式。所以咱要伫主的面前三甲做伙来感谢，因为这个代志毋是咱人家己有能力做得出来，是上帝的灵甲咱同在。圣经应允，圣神甲恁同在。恁就会得到快乐。咱要安怎样传福音？传福音不但是用嘴来讲，传福音更加是活命内面的见证，生活外口的表现。所以，迄拢是对着圣灵所赏赐予咱的快乐。独倚靠圣灵，咱才有法度伫这一切的事上，甲上帝的名见证出来。所以，咱三甲做伙开声来感谢，感谢上帝圣灵的同在，感谢伊应允，互咱过着得胜丰盛的人生。开声来祈祷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面前仰望你的疼痛，感谢你，因为你赦免人拢总的罪过，医治人一切的病痛。你是主，是上帝，你伫阮的日子内底。陪伴阮、教示阮、养饲阮、炼净阮，互阮的身体勇健，互阮的灵魂、心思清气。主啊，赦免我，帮助我，搁再一届甲我对着落雨的霾当中救出来。伫罪恶内底咧拍拼的日子已经到了。主啊，求你赦免，搁再一届因着基督的保护，洗清我所有一切的罪孽。眼目、心思、行动、肉体、心灵，所有一切的歹，主伫你的内面，因着基督的保护，洗清我的灵魂体，互我的口中出稳定的语言，互我的行动、行为、清气、正直，伫主的内面，得主你的保守。互所讲出来的话语，带着上帝你的稳定、圣洁，并且会当甲兄弟姊妹同齐伫上帝你圣洁的日子内面，甲你相同行，过圣洁的生活。愿上赞荣光归于你，愿主你的圣灵亲自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内面，保守帮助阮，互阮倚靠主，大有能力。面对生活的危险，阮是有快乐的。倚靠主上帝你圣灵的同在，阮是会通赢过一切的苦难的。主啊，又搁互阮伫圣灵内底所产生的愿望，互伊个内面的快乐勇敢起来。感谢主，将上赞而乐、荣光归于你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下面咱交建基兄来报告。OK， 谢谢。回，各位兄弟平安，平安，大家熬早。哦，今仔日咱呢早起足好困啊，咧困到7点外起来，哇，对生活拼来个条。哦，天气真好啊，真凉爽，我唔免吹冷气凉啊呢。哦，啊，感谢主，互咱台湾这个真水的一个宝岛国家吼。好，我来做消息报告。
今仔日5月28下午1点半到3点半，伫台南灵粮堂分馆3楼要举行2023年全球祈祷会城市祈禱组织敬邀兄姐做伙来参加。第二，6月14日下礼拜日下午1点，将伫咧教会3楼召开6月份定期的执事会，嘛敬请即个同工做伙来执事，做伙有备心来参加。第三点，6月7日礼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半，将伫教会3楼举行新人关怀同工的分享会，敬邀所有新人关怀同工，甲即个主日招待同工做伙来参加。第一堂同工请向李正德执事来报名。国语堂的同工向陈小倩姊妹来报名。陈小金姊妹来报名。第四，南部教区定伫7月20到22，礼拜四到礼拜六伫金福山举办儿童夏令营，费用是自费900块，其他教会来补助招收的对象，是升国小1年，是要升国1，欢迎大家踊跃来参加，请向孟纯传道报名缴费，6月18报名截止。第五，南部教区定伫8月13到8月15，就是礼拜日到拜二，要举行信徒灵修会，主题是赢过婚姻周期的试炼。讲员是王志超、林丽辉牧师夫妇。地点伫即个乌山头水库的风景区，费用甲活动的详细情形，请大家参看即个公布栏。请向各团队的团契的团长甲是小组长来报名。会整了要交互办公室，报名到6月25截止。以上报告，敢有补充？若无，咱请敬拜团。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听堂亲自赏赐恩典予咱，咱伫主的面前三个做伙来感谢，因为伊是咱的快乐，是咱的力量。咱三个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，主，你是我的力量。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为势，也落山岭，你也为势，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，靠你就袂摇动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飘咱所，我的望是在地里，我的诗歌，我的拯救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众山怎样为势，也落山岭，你也为势，我到永远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，靠你就袂摇动。主，你是我力量，主，你是命咱所。
男声来，我的诗歌，我的珍求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衬。情线怎样为生，也落山了，你也为生，我到永远这声来，主你是我力量。主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手背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飘咱所，我愿望实在的，请姊妹来，我的诗歌，我的珍求，你是我患难。随时的帮助，情线怎样为生，也落山了，你也为生，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手背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飘咱所，我愿望实在的这声来，我的诗歌，我的珍求，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衬，情线怎样为生？落山了，你也为生，我到永远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手背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飘咱所，我愿望实在的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手背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飘咱所，我愿望实在的你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我管带，坚固伴照我心靠你手背摇动。主你是我力量，主你是飘咱所，我愿望实在的你。耶和华上帝，你是阮的溃烂，是阮的拯救，是阮的磐石。阮一切愿望是出自你，阮所以感谢你的听从，伫你的恩典祝福内底，阮要对你同行。主恳求，照你的应允所讲，赏赐圣灵的烈火，对天顶来降临，烧尽阮一切的不义，互阮伫你的虔诚甲圣洁内底三甲有分。圣灵的烈火对天降临，烧尽一切过犯甲不义。圣灵的烈火炼净心智，互万民圣洁，拢我投向你。复兴的风，要吹遍全地。片土地，必然要得救。勇敢站起来，为全地呼救。心连心，高举敬拜相求。主求你对天顶垂听，直下一滴。
甲源头看你，勇敢宣告来为全地呼求，心连心，高举敬拜双手，主求你举起你的面来光照我，愿上你的慈名，定义军队里。生命的热火对天顶降临，烧尽一切过患难苦役。生命的热火来炼净心智，予万民圣洁，拢源头向你。的风要吹遍全地，一片土地必然要得救。勇敢站起来为全地呼求，心连心，高举敬拜双手，祝愿你对天应随听伫这一地，困求予愿国家源头看你，勇敢宣告来为全地呼求，心连心，高举敬拜双手，主求你举起你的面来光照我，愿上你的慈名，定义军队里。今仔日是圣灵降临节，咱特别为几项代志来祈祷。首先，咱为着咱台湾这块土地来祈祷。圣经应允，掠耶和华上帝做上帝，这个国家是有福气的，伊的百姓是有稳定的。总是咱实实在在看到台湾这块土地，相信耶稣基督，相信上帝的百姓，敢若只有6%尔。所以表示94%的人，拢抑个无认耶稣基督，无认捌上帝，或者是拒绝上帝。咱求主赦免，求主对天顶降落圣灵的火，焚烧咱内面一切垃圾甲污秽，互咱的目睭得到拍开，互咱真正会当认捌上帝的救恩甲疼痛。第二，咱爱为着台南来祈祷。台南是咱本岛内底庙事上界济的所在，百姓咧超找平安，总是找了的所在，并无真正确。咱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基督徒真正伫这个时代内底，真正是显明出基督疼痛的真光、真理的光，伫主的内面，互人会通看到基督徒的时阵，就亲像看到耶稣基督同款，互因看到基督徒，就看到上帝的救恩。所以咱特别为着台南市来祝福、来祈祷，互咱找到真正的上帝。第三，咱来为着台南这块土地来祈祷。台湾伫国际内底有一个名称，叫做行路人的地角。台南市又阁是6都当中车祸发生上界济的所在。原因就是因为人无照着规矩，咱毋是无规矩，咱是无遵守规矩。所以求上帝的圣灵降临来焚烧咱内底所有的垃圾、污秽、歹，甲无清气的心思意念，互咱会通翻头倒转来，回头仰望上帝的圣洁、能力，甲伊平安的同在。咱为这3项代志，为着咱的国家，
为着咱的城市来认罪、来悔改、来恳求上帝恩典的临在。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圣哉，圣哉！全能的主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听，你伫即时搁再一届施阮帮助阮。耶和华，你是阮的主，是阮的上帝。伫阮即时阵搁再一届仰望你的听，祝你施阮帮助阮，照你的应允保守阮。虽然台湾这个土地得到上帝这么济恩典，总是主，阮也知影啊，伫这个土地内底，阮有真济来做。互上帝你所无欢喜的代志，主求你赦免，求你怜悯，又搁再一届用你极大的气力保守帮助阮，互阮会通离开所行的歹，互阮会通找到真正的主，真正的上帝。主帮助阮，引带阮，互阮伫即块土地，阮会通诚侪祭司，诚侪真正为着城市，为着国家。认真来献祭，认真来祈祷的祭司，上帝互阮会当真真正正名副其实伫主你的内面来做这个工作。主啊，独独阮来敬拜你，诚心来敬拜你，超找你。主你讲，你愿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要互阮伫路尾有盼望。上帝，所以阮举起祈祷的手。照你所讲，阮也呼求你，阮也离开所行的歹，主，阮就当对你来得到活命的平安。你要来医治这块土地，你要百姓定心，对你来得到活命真理的光，来照人生的路，互阮会通伫当中尊重生命，疼惜生命，会通将着人带入上帝你的救恩内底，被上帝帮助阮，圣灵。来帮助阮，来帮助阮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圣灵的热火来降临，烧尽一切过犯甲不义。圣灵的热火来炼净心智。万民圣洁，拢我头用你复兴的雨，要吹遍全地，一片土地，必然要得救。勇敢站起来，为全地呼求，心连心。敬拜相求，祝愿你对天顶水听地加依地，困求予阮国家源头看你，勇敢宣告，来为一个呼求，心连心，高歌敬拜相求。起你的面来更照阮，愿了你的慈面，定义军队里，勇敢站起来为全地呼求，心连心，高歌敬拜相求，祝愿你对天顶水听地。加依地，困求予阮国家源头看你，勇敢宣告，来为全地呼求，心连心，高歌敬拜相求，主求你也起你的面来更照阮，愿上你的慈面。定义军队里，亲爱的爸上帝，恳求帮助阮，对天顶垂听阮认罪的声音，也搁互阮得到圣灵的开力，
离开所行的歹，至到我哋通进入甲上帝你三同在圣洁活命的能力。感谢主，听我的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耶和华上帝应允赏赐平安的福气伫咱，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，甲百姓三角徛起，互咱伫伊的内面，搁再一届享受伊的同在。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。用美君王，我心中你敬拜。以马内利，风雨中有望，荣耀同在，平静安稳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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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能量无人通比。现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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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风雨中专心仰望你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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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荣美无人通比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。现在，现在，现在，荣耀光中专心仰望你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用美君王，我心向你敬拜。以马内利，风雨中有望。荣耀同在，平静安稳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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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能力无人通比。现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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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风雨中专心仰望你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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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荣美无人通比。现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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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光中专心仰望你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。荣耀，荣耀，荣耀，你的能量无人通比。现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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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风雨中专心仰望你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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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。你的荣美无人通比。现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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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荣耀光中专心仰望你。圣哉，圣哉，至圣全能的主上帝！你的英美，你的能力，无人通甲你比拼。虽然伫风雨当中，阮会通专心仰望你；伫荣耀的光中，独独你，才是迄个真理的光，帮助阮，互阮自身伫你荣耀的光中，互真理的光照明阮的道路。互阮对你来行，无到跋倒，乃是会当徛起伫
坚固的磐石顶面，互阮会通行伫迄个会的路，因为你讲引带到永远活的路，迄个路是会的。主，所以帮助阮，用你真理的光照明阮的目睭，带阮行入去迄条路，直到将来伫你的面前得你的称赞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当这用许多圣经当心来告别，咱会共同信仰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后上天。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三通，罪得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咱同齐来启应。启应文第28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姐。22篇，歹势。启应文第22篇，我来启，请兄姐来用。全地拢着上帝欢呼，我想伊名的荣耀，用俄勒的言语，将伊的荣耀发明。万民啊，恁着称颂咱的上帝。互人听俄勒伊的声音。上帝啊，你捌试验阮、熬炼阮，亲像熬炼囡仔共款。你互人坐车到过阮的头，阮经过水火，你却互阮到迄个丰富之地。既若敬畏上帝的人，恁拢来听。我要诉说伊为我所行的事。上帝是应当称颂的，伊并无提示我的祈祷，也无互伊的慈爱离开我。阿免。感谢主，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，愿全地百姓对伊来听到救恩的声。咱这是三甲做伙，同齐掀开周报第4面。咱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。同齐开声来读，请。我要求爸，爸就另外赐恁一位保惠师，互伊永远甲恁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世间人袂当接受的，因为无看到伊，也无认捌伊。恁却认捌伊，因伊常甲恁同在，也要伫恁内面。但保惠师就是爸因我的名所要请来的圣灵，伊要将一切事指教恁，并且要互恁想起我对恁所讲的一切话。我留落平安互恁，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。我所赐的无像世间人所赐的。恁心内毋通忧愁，也毋通胆兄。总是我将真情甲恁讲，我是去甲恁有利益的。我若无去，保惠师就无到恁遮里来；我若去，就找伊来。伊既然来了，就要叫世间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家己责备家己。为罪是因无信我。为义是因我往爸遐里去，恁就无搁再见我；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王受了审判。我也阁有真济代志要甲恁讲，但是恁即马担当袂了。只听到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伊要引带恁明白一切真理。
因为伊毋是凭家己讲的，乃是甲伊所听见的拢讲出来，并且要甲将来的代志甲恁讲。伊要荣耀我，因为伊要将受伫我的甲恁讲，并非所有的拢是我的，所以我讲，伊要将受伫我的甲恁讲。毋通消灭圣灵的感动，毋通藐视先知的讲论。圣灵有话讲，恁今仔日若听伊的话，就毋通硬着心，亲像伫旷野惹伊受气、试探伊的时阵共款。咱搁再一摆额头来祈祷。赐平安的上帝，你的听甲阮三甲同在。伫即个日子，搁再一摆，阮恳求你加倍的恩典临在阮当中，互阮伫圣灵的引带内底，互传讲信息的人，甲听信息的人，拢同齐受圣灵的更新，分享内面一切的邪情私欲，想使阮对你所来更新的快乐，伫主你的内面，诚做上帝你的欢喜。主阮当心恳求你，恳求你的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圣灵降临节，咱要搁再一摆来孝念、思想圣灵甲咱活命的关系。过去，上帝赏赐圣灵伫真侪人的身上，伫旧约有互遐做工的人有智慧聪明，通来起造圣殿。通过圣灵，上帝甲亚伯拉罕讲话，亚伯拉罕伫迄个时阵为着索多玛、俄摩勒来祈祷。通过圣灵，上帝甲拿阿讲话，拿阿做一只大船。拯救了迄个世代。通过圣灵，上帝甲以利亚讲话，以利亚伫迄个世代重新来建立对着上帝的信仰。来到伫新约的时代，耶稣基督受圣灵的引带，大有能力医病赶鬼，伫迄个所在将上帝国界证明出来。通过圣灵的同在，保罗家己写了12卷的圣经，圣灵有话对伊讲，伊也伫迄个所在，通过圣灵对伊所讲的话，伫遐呢按着百姓来开启上帝伊的祝福甲伊的同在。圣灵甲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，总是咱真侪时阵较过头看重上帝的能力的彰显，上帝对咱的命令。咱真注意伫遮，怎样遵行上帝的话语，行伫伊的律法内底，这是好的。但是迄是较被动性的，就是我领受一个命令、一个吩咐了，我就去行去做。咱会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因为咱定定伫犯罪的过程内底，所以甚至有的时阵，咱嘛立志无犯罪，总是又搁互罪所赢。所以，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咱若总是咱会记哩顶礼拜的时阵，团队甲咱提醒，总是咱爱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极力进入到完全的地步。这句话意思是啥物货？这句话意思就是讲，我要去到台北，但是我袂当敢若定定坐车，就是对台南坐到嘉义。了，搁对家己搁坐转来台南，台南搁坐去家己，家己搁坐转来台南，甚至有的时阵搁坐去到高雄，了搁对高雄坐来台南，台南搁坐去家己，家己搁坐转来台南。迄一世人拄好敢若伫遐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拢无走去到台北着。安尼迄毋是上帝的心意。上帝的心意是叫我爱离开台南、嘉义、台中、新竹、桃园了，去到台北，爱一眼一眼一直去哩，一直去哩。但是咱真少，因为咱定定伫罪恶内底拍拼，是安怎会安尼定定伫罪恶拍拼呢？伫咱的活命内底，真有一个真大的问题，真有可能是咱
OK， 是安怎？咱会感觉，又搁是信主耶稣了后，咱犹原感觉无能为力，感觉孤单，感觉我犹原做袂起来，做袂出来。牧师家己嘛咧定定咧训练，我定定咧要安怎咧训练讲，我爱安怎样啊讲话，才会讲积极、安慰、造就、劝勉的话。有的时阵圣地若举起来的时阵，上帝话拢袂记哩啊！迄个本性就拢总走出来，是安怎会安尼？因为咱真侪代志无训练，咱就是照着咱的本性咧过生活。因为照咱的本性过生活，安怎较简单、较容易，爱着本来就安尼。所以无法度。所以伫即款的有的时阵，咱会当看见，就是一寡人伊嘛是咧训练伊家己。但是咱若是敢若一直咧训练咱家己的时阵，到落尾会变做两种情形。一种咱就是感觉咱咧修行，了听到有一天咱修行好啊的时阵，咱会感觉你看我遮尔高，我无亲像啥物人，这也袂，迄也无能力，安怎，到尾的时阵会生出另外一款做骄傲的心。但是甲圣灵同行，毋是安尼，所以咱需要是甲圣灵同行。咱看到咱家己的软弱，咱才有法度真正甲圣灵三甲同行。圣经伫这个所在对着咱提醒一项代志，主耶稣基督讲：我求爸，爸就另外赏赐互恁一个保惠师，了也是教示恁的，互伊永远甲恁三甲同在。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世间人袂当接受，因为无看到伊嘛无认捌伊，总是恁确实认捌伊。咱先斟酌注意这个代志。圣经伫这个所在讲保惠师。保惠师的意思就是伫咱当中做中保。我和上帝发生关系，我和上帝有冤家，我埋怨上帝；我和中间兄冤家，埋怨中间兄。那这个时阵需要有一个人来，工位兄和中间兄有熟悉，和我嘛有熟悉。了的时阵，工位兄就走来甲我讲，牧师啊，你知影中间兄？伊讲伊有句话是君生笑也无歹意，你毋好受气到迄落型诶。了后你工位仔就去甲即个中间兄讲，你着知影牧师人个鸡仔长鸟白你毋安尼行嘛计到迄，所以你着伫个所在甲伊讲了的时阵了两个人佮请阮食饭，了就做伙安尼佮变好朋友啊。你了解这叫做保惠师，或者中保，赏赐恩惠，替人解决代志。耶稣基督是安尼，总是伊讲啥？伊为咱成就救恩了后，伊爱搁安那差遣圣灵来，因为伫上帝的恩典内底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因有无共款的福赛，所以圣灵来到咱当中。但是咱爱斟酌注意一项代志，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圣灵来到世间的时阵，安怎？世间人无能力接受的，啥物无能力接受？因为看袂到伊嘛，无认捌伊啊，所以今仔日咱若无认捌圣灵的时阵，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表示咱和世间人同款，咱就是要看到，咱就是要看到，咱才要相信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灵对头到落尾的工课拢毋是安尼。咱若干那要看到，要接受，咱要看到。咱才要认捌伊，才要承认伊，安尼咱就是甲世间人同款，咱无能力接受这个恩典。所以今仔日的恩典是啥？咱大声接受了，上帝就予咱。所以这个代志一定要大声甲用互伊清楚。咱接受上帝所讲的话是真理，咱毋是心内底接受上帝讲，咱爱有1/10的奉献，我就去奉献。上帝讲，咱爱疼惜咱的太太，咱就去甲疼惜；咱爱疼惜尊重咱的丈夫，咱就去甲尊重。阮小弟有一届的时阵，伫家庭聚会内底甲阮伫迄个所在分享这样代志。有一天的时阵，伊不止真受气，含阮弟夫有一寡心情无够偌好的所在，所以伊就读到一段圣经，伊有所述迄个所在讲，恁做妻子的，就爱安怎样顺服恁的丈夫。好，伊读到即句话的时阵就举起来安尼，好，家己就有理安尼。了，上帝就甲伊讲，即句话我毋是甲你讲的，是甲恁太太讲的。
哦，阮小弟怎吼，喙怎怎，马上点去。咱毋好替人读圣经，知无？咱毋好替人读圣经。恁做妻子的，做太太爱顺服恁的丈夫。即句话毋是甲兄弟讲的，是甲姊妹讲的。当咱有安尼接受即句话的时阵，做姊妹就去行去做。当咱做丈夫的讲，咱爱听的上帝对咱讲的是啥？恁做丈夫的就爱怎样？疼惜你的太太，迄才是咱兄弟应该爱听的。所以，咱有大声甲上帝话接受起来去行，安尼，咱才有能力认捌圣灵。若无，咱就是甲圣经读甲变过，读甲规本圣经安尼现甲拢烂去啊！我甲你讲，知识增加，活命无进步，犹原抑搁伫台南拍喷，特家走甲嘉义，啊了后甚至于搁坐甲屏东，无进步，搁倒退路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互咱会明白。耶稣基督讲：“我将实在代志甲恁讲，就是恁需要有圣灵。我去，我就会找伊来。所以保惠师就是被因为我的名所要赏赐互恁的圣灵，伊要将一切代志指教恁，要互恁想着我的话。请注意这两个代志。第一，就是指教。迄个指教内底头前有讲过。”咱上界大圣的爱相信这是上帝所讲的话，安尼咱就会接受到圣灵。咱若伫明显的代志顶面都无愿意顺探上帝的话，了后的时阵，咱搁伫迄个所在讲，好上帝，我要为你做啥物代志？阮有一个牧师伴，迄个牧师伴哦。伊考试哦，拢伊讲哦，伊细汉的时阵还未开窍嘛，还未开窍的时阵哦，伊读册无真熬读，啊，所以哦，考试有的时阵佫拢考无及格。了的时阵有一届哦，伊就甲考试拢退转去。哦，了哦，伊甲因老爸讲哦，爸，我今日考偌济。了后因爸就讲哦，安尼哦。啊了，看这个看，考无及格。讲爸爸，你免烦恼，我来讲，我后甲伊考100分。了，因老爸甲伊讲哦，你免计较，但先考60就好。所以，咱有诶时阵吼，就小看代志哦，安怎毋做啦？啊，去遮下大愿哦，我后盖若做皇帝吼。好啦，你先甲你的生活过好就好啊，安尼好唔好？莫去扰乱着别人。什么叫做指教？指教就是讲，上帝甲咱吩咐一步，咱就做一步。上帝甲咱讲，今日就原谅人，咱就原谅人。上帝讲，你今仔日敲电话去陪伴啥物人，甲伊请一个安咧，咱就安尼行，咱就安尼做，这叫做指教。咱对着明显的代志，大声会晓做。了后，当咱去敲，咱就想讲奇怪，我都安尼真久也无甲伊联络，是安怎爱敲这个电话咧？总是当你敲电话互伊的时阵，伊的心就会受感动。伊迄个时阵就会安尼讲：哦，牧师，你哪会知我即时心肝遮艰苦？哦，加在你有敲电话来，无我拢想要掉刀啊呢。对一个简单的代志，有一个圣灵感动的时阵，就赶紧去做。上帝才会将大代志交代咱。约瑟伊嘛毋是一个开始就做宰相呢，伊大生是一个管家，尾啊伊是一个典狱长，以后的时阵伊才做宰相。所以代志是安怎？对细项的。对36分考到63分，了后才考到93分啊，敢毋是安尼？
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灵会甲咱指教、教示咱，互咱会当明白。但是，伊毋是敢若教示咱明白这个道理，伊是互咱真正去做，咱才会得到。听到记咧，看到有印象，一直到你有去做的时阵，你就有能力。所以，只有这圣灵对着咱的指教。了，另外一个代志就是上帝会互咱想起伊对咱所讲的话。圣灵当咱相信上帝的话，当咱接纳这个是圣灵对着咱所讲的话，那呢有的时阵，咱会伫迄个所在头壳想拢总无，毋知要安怎样啊？了，咱就会伫真困难内面。总是圣经伫这个所在讲，上帝通过伊的灵，伫咱的内面引带咱，所以咱会伫当中想到上帝的话，毋是敢若想到上帝的话，甚至就是想到上帝过去咱读过的知识，互咱会当想会起来。上帝互咱会当想到伊的话。有一届我细汉的时阵啊，你感觉考试考过102分呢？哦，是安怎恁来考102分？哦好 ，OK 对啦，就是安尼。我有一届的时阵哦，考试哦，我考102分。你敢知影谁啊？考试102分？因为阮迄个时阵哦，有一个解释解说，就是伊出一个字、一个词，啊，你爱解说这个词是啥物意思？那么老师呢出了一个缤纷，缤纷这个字是啥物意思呢？缤纷，缤纷的意思是啥物呢？就是真侪光安光影影安尼走出来，四写出来安尼啦。啊，那国语的课本内底哦，顶管叫做色彩分层的样子，就是真侪光拢写出来，色彩分层的样子。啊，因为哦，迄个题目哦，是伫真，就是伫未考的部分，迄就是，所以阮一般哦拢无人读迄个物件，无甲迄个解释甲背起来。总是好拄好毋拄好，我著读到缤纷的时阵，我著毋知影啥有这缤纷，所以我著讲奇怪，啥物有这缤纷，所以我著认真去看。结果哦，伊的解释无伫应背的部分，是选读的部分，所以我著去选读迄个部分，怎甲读过。啊，结果竟然有考出来啦！所以我原本的时阵就已经考100分啊，但是阮迄条吼，阮全班无人会晓印，无人会晓回答，拄甲人回答，啊，迄条2分。所以阮老师呢就讲哦，本来吼，那就是迄条吼应该是3分啦，就是拢总无分。但是吼，因为有人会晓写，所以吼全部的人拢加分，啊，所以呢班长变102分，安尼听。原本我就100分了，佮加2分出来。这就是啥？上帝互你想到一个代志，上帝互你想到一个代志。了的时阵哦，你看到一寡人伫迄个所在，介相甲做伙，上帝会互你想到一寡话是圣经内底的话。我有一届的时阵吼，喊一个人吼，用要起冤家，是伫赖顶面哦，用要起冤家，你知无？敢若赖都会当讲啊起冤家，你看我性情偌歹。总是呢，迄个时阵哦，上帝甲我讲一句话，讲啥？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回答爱温柔，你的受气就会退掉去。所以哦，我就甲迄话哦，本来要发出去的话哦，搁甲收倒转来。了的时阵，我就甲伊讲哦，是安怎你会安尼甲我回答我问你的问题？我这个用一个笑脸，佮用一个爱心给他。了的时阵，伊就讲：无啦，他有安怎？我无安怎啊！我是敢若甲你问讲，安尼这个代志
是什么款情形安尼？到尾啊，我就甲伊敲电话，我就甲伊讲我甲伊讲无咱用语音讲好毋好？结果我听人伊的语音吼，安怎话语真温顺啊！原来吼，迄字吼咧平平冷冷，你毋知影吼，到底吼伊是受气还是点点还是安怎样？你知影人咧沟通的时阵吼，语言吼，敢若7%的沟通啊，听到的话吼有38%啦，了后的时阵是啥？你的肢体语言是55%。所以我若甲你听到一句话的时阵，语言伊听起来的时阵，你伫迄个所在无一定真明白伊的意思，但是是安怎面对面的沟通遐尔啊重要。所以，因为我无看到伊的面，因为我敢若看到伊的字，我也无看到伊的肢体语言，所以我就伫迄个所在会有我家己的想法，但是我的想法又去定定毋对去。所以，伫即个我本身咱人迄款惯势，甚至是讲了较雄的时阵哦，这罪性，咱就会定定甲别人的话语当做我所咧想的迄款的歹，也是迄款的好。因为咱的软弱，所以圣经讲圣灵会互咱想起来，耶稣基督圣经对咱所讲一切话。所以一定是大声接受，放伫内心，了后伫咱需要的时阵，圣灵会安怎，互咱想起来，互咱通避免真济的罪恶甲过犯。伫咱的画面内底，基督应允真理的圣灵要来，咱一定是透过信心来认捌伊，毋是甲咱看到伊，伊会指教咱，伊会教示咱，了伊会互咱想起来。上帝的话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圣灵既然来了，伊佫有另外一个讲的，就是为要互咱世间人为着罪、为着义、为着审判，了家己责备家己。主耶稣基督讲，真济这代志，我因此时甲恁讲，总是安怎？恁抑佫无法度真清楚，是安怎？因为恁伫即个时阵安怎，抑无到迄个成熟度。所以圣灵的感动，伊是会愈来愈强烈的。一个人若是愈接受圣灵的引带，圣灵的同在，就会愈来愈强烈。总是一个人若拒绝一解圣灵，伊就会愈甲圣灵离开真远。毋是圣灵离开伊，圣灵的标准一直拢伫遐。但是我若是拒绝一摆，我就会退后一步。我搁拒绝一摆，毋是共款对这个所在搁退哦。当我退到这个时阵，圣灵对咱的联系气力犹原遐尼强，但是咱会搁退后一届，搁退后一届，退到一个地步，圣灵会安怎样啊？无都会随在咱，因为伊对咱到伫落尾，咱的心会怎蹲去？亲像咧刀仔咧切，咱蹲去，咱的耳孔怎动耳，听袂到圣灵的声，毋是圣灵有问题。是咱破病，灵魂破病，所以伫这个所在内底，圣灵来咧运行的时阵，圣经讲为罪是因为因无相信我，请咱斟酌注意哦。圣经讲圣灵来是会互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，了后安怎家己责备家己。安尼伫这个所在大声声为罪，是安怎是因为因无信我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一定要相信。圣经内底哥林多书信讲，若毋是耶稣基督，若毋是圣灵的感动，就无有人有才调开喙讲耶稣基督是救主。所以今仔日咱抑阁无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这一点，咱爱斟酌这项代志，是毋是咱抑阁无愿意相信？拒绝相信，甲也未相信，这是两项代志。虽然拢也未信，总是安怎讲为罪圣灵咱若无信耶稣基督，咱的罪安怎犹原一直咧？
咱的罪犹原还伫咧，毋是听耶稣的话，成做一个知识，安尼咱的罪就会除去，乃是相信耶稣基督洗清我一切的罪，相信伊伫十字架顶，伊是为我来死，为相信伊的人来死，安尼迄个罪。相信呢，伊就赏赐互伊一个官兵，做上帝的后生查某囝，所以伊的罪得到赦免。这是一点。为罪是因为因安怎无信我。人要解决罪的问题，上介简单讲的一样代志，就是我今仔日杀死一个人，我敢有裁掉？我敢有裁掉？讲因为杀死这个人。后盖我做一个善事，我捐了1000万，安尼，互我杀死，互我害死迄个人，这个罪就怎会无去？那甲安尼的时阵，就意思就是讲，我用1000万，我就会当杀死一个人。所以真斟酌的一项代志，就是罪的事实是存在的，但是伫上帝的听内底。基督替我承担这个罪。今仔日若无上帝，世间就无罪。各位敢听有这个话？就是因为爱有一个至关的审判者，伊知影人所有的一切，所以咱将来一定爱面对伊。伫伊定夺什么是罪，什么是赦免。总是伊对着咱的。定夺内底判了咱有罪，但是基督伫十字架顶替咱的罪来死，所以咱的罪才得到赦免。无罪的替有罪来死，安尼，迄个无罪的生命开始伫咱的心上生发能力出来。所以无信主耶稣的罪抑搁伫地。了后，为义是啥物？是因为伊往爸遐里去。主耶稣讲为义，圣灵来为着义，是因为耶稣基督往爸遐里去，安尼咱就无搁再见伊。这是义，是上帝伊的顺序。耶稣基督啥物时阵来到这个世间？了后，圣灵怎样运行、普遍运行伫这个世界？旧约当中，圣灵的运行是较少的。较侪是上帝的能力伫历史当中的作为，但是来到伫新约的时代内底，圣灵的同工毋是干那甲以色列人同在，是甲什么人？普世全世界的人同在。所以今仔日咱活伫一个圣灵运行的日子内底，咱是绝对有稳定的。圣灵来啊！搁为着审判，审判是啥？是这个世界王受审判，将来这个世界王一定会受审判，已经并且是安尼，已经受判断啦。魔鬼撒旦已经是定啊着伫地狱内底，伫流黄的火湖。总是圣灵来时啊，互世间人为罪为义为审判家己责备家己呢？一点是责备这个意思是啥物货？是甲咱心内底暗藏遐个所在，拢甲伊掀开起来，这叫做责备。毋是甲咱骂，毋是甲咱互咱艰苦，是互咱看会清楚，会当将咱内面迄个物件显出来。有一个人，伊发生车祸。了时阵啊，伊个人啊，规身躯拢好势哦。总是哦，也感觉无安怎样啊，有弄着头。啊，医生就甲伊讲，你有安怎样无？伊讲无啊，哪有安怎？都拢足好势。医生甲伊讲，啊，敢有倒位啊会痛？伊讲袂啦，拢无啥会痛，拢无安怎样。医生甲伊讲哦，啊无你也是翕一个相吼。较好势，看有来出血无？袂啦，佫可能佫咧来出血。我勇健哪牛咧啊，也无感觉安怎样啊，绝对袂安怎。医生讲，你也是去翕一个好，免啦。
所以就怎啊转去啊？医生甲伊写一个切结书哦，甲伊讲你爱家己注意哦，有建议你爱翕相，但是你无爱翕相哦，啊无等下变做我误诊啊。所以伊就真正甲伊写一个切结书，迄个人就家己签名，啊，就转去啊。结果啊，第二天的时阵，人就无起来啊。医生了后验尸官验尸的时阵，就是颅内出血，但是因为出得慢，但是阴暗咧困的时阵，困一个怎啊甲迄个脑筋塌掉咧，所以过工就怎啊爬袂起来。啥物互这责备家己？有的时阵咱看袂到，但是圣灵会指示咱。无咪人你做这个代志的动机是啥物货？真正是疼惜这个人，或者是存着无善良的动机。圣灵会伫咱的内底甲咱讲，所以偌尔啊重要这个代志。人若无信主耶稣，到伫落尾，伊会伫个所在想：啥我哪会无爱较早信上帝？为着伊是因为耶稣基督必须要倒转去上帝遐，圣灵会来。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，伊坐伫爸上帝的大边，如今是换到圣灵工作的时刻。所以今仔日咱是安怎遮尔啊需要圣灵？上帝直接对以色列人讲话。但是圣灵是按着外邦，并且运行，不但是安尼，佮普遍的享受圣灵的恩赐予咱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毋是干那得到救，咱需要得到圣灵的能力，甲咱同在。所以，伫这个所在来个，你甲看，有时阵咱的生活内底安尼哦，你会拄着一寡人无读偌济册，但是安怎一日甲毋拢讲足侪奇奇怪怪的理论。了真意爱批评，即马发生啥物代志，并且通常是为了反对来反对。有时阵，这消息哦，拢是对着啥网络所出来，还是新闻。你最近的时阵，敢有看到一个讲哦，乌来遐有无？乌来台北迄个乌来啊，乌来遐有一个啥物新娘有无？新娘瀑布有无？哦，讲好落雨啊，好新娘瀑布哦，佮看到啊，好乌来的。结果落尾手迄是对倒位啊？秘鲁来的啦！好啊，大人拢传到我咧，毋是干那一个人啦。讲牧师，你一定爱去乌来去看这个新娘瀑布。好，我就想奇怪，我咧伫乌来我住伫台湾遮久，我哪毋捌看到这个物件呢？所以我就去上网查一下看卖。结果的时阵哦，是秘鲁啦，毋是乌来啦，毋是咱台湾。但是哦，更较大的一个问题是啥呢？我最近的时阵哦，我毋知影，我这良心肝哦，心思足顽强的款。我想讲哦，迄个查验中心哦，是毋是我来讲骗？你听有无？所以你弄到尾手的时阵，你根本都唔知影啥物人是啥物人，到底是谁在说谎？马克思哦，马斯克，OK， 好啦，反正就伊啦，伊讲一个代志啦哦，伊讲。2025年的时阵啊，吼，迄个机器人吼，就有法度吼代替你伫恁兜哦，会安尼行，啊，已经拢有才调安尼行，啊，佫是人的形，即摆机器人是斗练啊嘛，啊伫餐厅安尼吼，啊摕盘啊互你去嘛吼，但是要讲2025年的时阵，机器人就会安尼陪你行，了后伊讲哦，上万甲2050年，上万甲2050年。你毋知影坐伫遐的工位遐是机器人啊，真正人。所以到底谁在说谎？这个时阵你就知影讲吼，圣灵伫咱的内面偌尔啊重要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世界内底有真侪白贼话，全世界的政府嘛是这款情景哦。爱，互你听到，伊要互你听到的。求上帝帮助咱。我毋是讲咱的政府毋好，我的意思是，全世界所有的政府，拢总仰望
你听到伊要互你听的，因为安尼才会好通知。总是咱今仔日是属上帝国的百姓，咱一定要有查证的能力。魔鬼会当用真济好听的白贼话来欺骗咱，甚至一句啊，就强迫你接受伊的论点，也感觉全世界的人拢唔捌我。这人会伫这个世界内底来出现，这款物件或者啥达克效应。达克效应的意思是啥物货呢？达克效应的意思是讲，真侪人来讲，当因得到伊的领域的知识愈侪的时阵，就亲像我过去捌甲各位讲，我以前的时阵吼，做抑个伫教会内底是一个囡仔的时阵，了我就感觉吼，我甲圣经读过一摆吼，我用要变身啊，朴素啊，你敢知？吼，阮老师咧问的问题哦，主日学老师咧问的问题吼，我拢会晓应吼，我感觉我家己介厉害。了后的时阵吼，去读新学院的时阵，才原来发现讲，原来圣经毋是规本读的，圣经分做新约甲旧约读的。了后的时阵吼，读到研究所的时阵，才发现讲吼，原来圣经毋是分旧约甲新约读的，是分一卷一卷读的。了后，人叫我读朴素班，牧师你读朴素班，我就去问看卖，读朴素班要写论文的时阵爱写啥？伊讲我来写2字尔，啥物叫做圣洁安尼，安尼就当做朴素啊，安尼知无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知影无？所以一个人伫伊的领域内底，迄个专业知识得到哪济的时阵，因的信心就安那哪低。原来我知影是遮尔少，但是吼，迄无能力的人讲家己称甲偌厉害，这叫做啥？青面牛毋惊大称，凊彩撞凊彩去，逐人拢讲你看全世界我上高。总是有一个物件是啥个？当你得到迄个能力愈侪的时阵，你的自信心也会对着上界低的所在称悬起来，叫做达克效应。但是这两样物件拢无真正确，一个甲一个，这其实拢无真正确。所以咱需要是啥？需要上帝的信心。外邦的人也无认捌主的人，因怎样看待上帝的作为？因可能唔信，因讲咧，或者啥？台湾人讲的臭拄坎的，拄啊好的，刚好发生恰巧的。但是基督徒安怎样啊？咱称做上帝的儿女，咱一方面相信上帝的新约，但是上帝唔是干那爱咱停止伫新约内底呢？上帝爱咱怎样得到能力？圣灵降临伫恁的身上，恁就会得到能力。相信的人会有新约对着伊，就是医病赶鬼、讲神方言，手会当抓蛇，啉着什么毒物嘛袂受害。咱唔好干那停留伫我信耶稣得到救，咱来进步到会当成做正人的祝福。所以圣灵运行伫咱当中的时阵，你家看，伫当中的时阵。这先知，咱之前有讲过，先知来到伫当中的时阵，看到耶稣的父母抱着婴仔要来献祭，迄个时阵，伊受圣灵的感动，伊拄伫这个时阵，伊也入来。搁再你来看，司提反是用着智慧甲圣灵的讲话，伊讲出来话，正人安怎样啊？抵挡袂掉。当咱的灵内底甲圣灵相亲近的时阵，你讲的话都带着能力甲权柄。当咱恳求圣灵甲咱同在，圣灵毋是干那叫咱会做这。圣经讲，到伫每西亚的边界，因想要往逼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安怎毋应准？上帝有的时阵会叫咱毋通做这，毋通做迄。所以圣灵会运行伫咱的当中，伫上帝规则，伫上帝的时间点来做代志。保罗对着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讲：你莫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佮有知识的言语、甲智慧的言语。上帝的灵会透过别人对你来讲话，或者是上帝亲自对你讲话。你爱斟酌，你爱注意。圣灵讲，伫这当中，咱今仔日若真正听他伊的话，就爱怎样？爱照伊的话来行。来，所以你来看，约书亚甲迦勒，因伫迄个时阵怎样？圣灵甲因讲。
当因带因去到伫迦南地，因开探迄个迦南地的时阵，到伫路尾民数记咧纪念的时阵，讲一样代志，讲啥？对于安尼，因有一个心志，就是迦勒甲约书亚，因有一个心志，因怎？因去过迄个地，迄块地，上帝讲伊会赏赐你。去过啊，啥物叫做去过啊？就是12个侦探做伙去到伫迦南地。了去到迦南地，因有去过无？有真正去过，但是当因倒转来的时阵，圣灵讲上帝甲地要赏赐予咱，但是敢若2个人相信，约书亚甲迦勒，因相信，但是其他的10个咧无相信。到尾啊，遐10个人敢有得到所应允的土地？无，只有迦勒甲约书亚因去过迄个所在，因得到啊。迦勒甲约书亚拢入去。并且上帝讲啥？因的后裔也要得到迄个土地做因的产业。你知影？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，伊的信仰不但是互家己坚强，得到上帝所应允的，并且会指引伊的子孙，一定的。所以，一个坚固的信仰，一个美好的信仰，对咱来讲何等的重要。咱若真正有相信上帝的话是真，咱真正相信圣灵的引带咱就一定会认真照顾咱的子儿孙，将因带到上帝面前来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斟酌，这是牧师家己所经历过。第一。有个人无听上帝的话，有一个人来问我，牧师啊，我今晚要安怎样啊？我就甲伊讲吼，无论咱怎样啊啦，你现此时要离开台南，牧师真毋甘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，你要去到另外一个所在，离咱台南不止啊真远。你讲要去和迄个人做伙徛起，了，我就甲伊讲。你介好吼，我若去和伊登记结婚啦，无请人客无要紧。总是呢，你和伊去登记结婚，伊甲我应一句话：牧师，我已经遮尔济岁的人，你敢讲我搁查迄张纸？好，甲我讲甲偌气魄的呢？哦，了过无偌久，真艰苦，真忧伤，倒转来。伫咱台南，为这个代志，我心肝嘛是真艰苦，因为无听趁上帝的话，了后的时阵，佮讲是安怎上帝安尼款待我？你有听这个清楚话无？毋听上帝的话，了后拄着代志，佮倒转来安怎怪上帝？上帝透过人甲咱讲话，但是。我无一定会听。第二，爱聆听上帝的话。有一个人来问我讲，牧师，某咪人安怎样啊？听讲伊足艰苦，足安怎啦？所以呢，伊要甲我借钱。迄个时阵吼，我就祈祷上帝，因为帮赞人吼是应该咱爱共帮赞，但是你知影牵涉到钱吼，迄个真大的问题。并且毋是小可数百哦，嘛可能对我来讲毋是小可数百。有个人吼看5000万哦，就讲啊，迄咱山呢，但是对我来讲哦，几十万哦，我就感觉哦是非常大的数目。了吼，伊来甲我问嘛，我伫迄个所在，我就甲伊讲，就我就甲伊讲，咱来祈祷。了就我的所在，我甲伊做伙祈祷了的时候，我甲伊讲，你心中内底感动是啥？伊就甲我讲，牧师，我足无平安的呢。我甲讲，啊，你足无平安，你阁想要借伊？伊讲，毋过我看伊阁足可怜的呢。哦，所以伫遐挣扎嘛，尾后的时候啊，我就甲伊讲哦，上帝对我讲哦，你茫阁借伊啊。我甲伊讲哦，是毋是你进前？上帝甲我讲，你毋好阁借伊啊。安尼表示讲啥？你进前一定有借伊啊，对无？伊讲有啊，不阁借袂借啊。我讲上帝讲你毋好阁借伊啊，伊真正就无阁借伊啊。
了的时阵哦，听到路尾代志逼空的时阵，我才知影，伊后壁是规清的哦，毋是规杂的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求上帝帮助咱。你一定要恳求圣灵住伫你的内面，因为伊会指示你，伊会指教你，伊会互你想到伊所讲的话。你的人生就会有平安，会有稳当。今年疫情有较缓和，了后时阵过去已经有3年，我无去中国。到今年年初的时阵哦，我就伫迄个所在哦，心肝内底咧想讲，上帝啊，我是毋是哦，拢总毋免去中国啊？但我拄啊伫迄个年初的时阵哦，3月、4月阵啊咧想的时阵，了4月14的时阵啊，就迄山东的东港哦，就发一个物件过来讲，廖牧师啊，即摆哦疫情较缓和啊，你当时要过来甲阮教，我就甲伊讲，我安排时间看卖啊。了吼，过无偌久的时阵，5月初1，差1个月啊，半个月，北京的新学院就讲，牧师啊，1记呢，咱今年哦要开董事会，啊拜托你搁过来甲阮教一门课，哦，教牧讲习。但我遮咧想的时阵，上帝就对我讲话：你一定要定定甲上帝三角连接，上帝才会互你听到伊的声。伫人来咱同齐做伙来读这段的话来，伫人无顺服伫圣灵感动的长下，其实是甲家己对圣灵同在稳定甲能力当中撒开去。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伫每一届顺服圣灵感动的下面，这个人就受圣灵搁再认证，并且得以承载搁较大的恩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咱爱甲圣灵同行。人生偌尔啊侪苦楚，拢是因为咱靠咱家己的气力，靠咱的经验咧拍算。经验、气力拢总真重要。但是若敢若靠拍拼，就会出头天。到遐应该是全世界上好嘢的，但是到遐无。人生的路途上面爱拍拼，但是佫比拍拼佫较重要是选择。你选择家己拍拼，还是选择甲圣灵同工？选择甲有限的人合作，也是选择甲无限能力稳定的圣灵三角同行？这对咱来讲非常的重要。今仔日伫东区台南灵粮堂有全球祈祷日，圣灵降临这个日子，牧师搁再一届邀请咱亲爱兄弟姊妹会当三角做伙来参加。台南灵粮堂有甲咱问讲，咱会当去几位？我就凭着信心了解回答这个代志。我唔敢甲伊回答讲，阮教会200个人拢总去。我的信心差不多1/4尔。我讲阮去50个人。我想讲哦，我已经报足少啊，结果我发现无呢，咱算报足济呢。总是这毋是足济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知影祈祷一个人祈祷，甲一群人祈祷有啥物无共款无？一个火炉内底，一个烘炉内底。全部的火炭拢伫当中，就会烧甲真旺。咱若对烘炉内底甲一块火炭甲掖出来，迄块火炭连伊就花去啊！集体的温膏对咱的活命是重要的，对咱的灵性起造更加是重要。下晡1点半到3点，到3点半，2点钟尔。咱的滑手机哦，我拢相信你一天滑比2点钟更较济哦。咱敢会当同齐做伙，来伫这2点钟内底，好好啊，同心为着台湾来祈祷，为着台南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助咱。是安怎？伫教会出入遮尔久，确实犹原无法度得到圣经所讲的
得胜得救、得荣耀的生命。原因是因为咱定定无愿意倚靠圣灵来行。一旦人较愿意承认家己无能为力，独独倚靠圣灵、顺探圣灵的时阵，生命才有真正转化、显明出来。甲上帝三甲同行，属天的恩赐甲能力，独独倚靠上帝，会互你伫上帝做代志的时间点同齐相塔。你的服侍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，你就会当真平安来做，因为有上帝甲你同工，因为你甲上帝同工，上帝就会纪念你，会陪伴你。会帮助你，会成就你心中的所愿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来，请你来甲圣灵三甲同行，咱三甲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你已经应允，要让圣灵甲阮三甲同在。主，你甲阮讲，毋是圣灵无爱甲阮同在，其实圣灵一直真确无甲阮同在，是阮愿意来承认、邀请圣灵来伫阮的内面无。当圣灵对阮讲话的时阵，讲起来读圣经、起来祈祷的时阵，主啊，互阮伫迄个时阵马上回应，马上照着安尼去行。安尼，阮会甲圣灵的关系愈来愈亲密，对着圣灵的意思会愈来愈紧明白。阮的生活、阮的家庭、阮的人生，会因为安尼愈来愈丰富、愈来愈精彩、愈来愈丰盛。愿主继续加添阮的气力，互阮紧紧快跑来军队圣灵甲圣灵三同行，互上帝你的救恩，借着基督成就伫阮的身上。上帝你丰盛的恩典、能力甲权柄，借着阮军队圣灵，互阮显明出来。上帝你应允互阮的，互阮成做正人的祝福，互阮会当医病赶鬼。讲神方言，互阮会当显明上帝儿女的权柄，互人看到阮真正的亲像因看到上帝同款。主，阮向你恳求这个大的恩典，同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毋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？是无咱即时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，同齐来奉献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既然欢喜甲咱同在，将万物赏赐互咱享用，咱也会当用欢喜感恩的心，甲主三甲同行。咱三甲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，同心来奉献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用你君王，我心向你敬拜。以马内利，风雨中有望，荣耀同在，平静安稳，荣耀荣耀荣耀。荣耀荣耀荣耀，你的能力无人通比。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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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风雨中专心仰望你。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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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的荣美无人通比，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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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荣耀更当用心仰望你，荣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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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能无人通比。成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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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风雨中专心仰望你。荣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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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荣美无人通比。成在，成在，成在。成在，成在，成在，荣耀光中专心仰望你。愿亲爱主的圣灵，强烈介入伫你的活命，伫你的思想，伫你的灵魂体。互你伫每一届圣灵感动你、指教你，互你想起伊话的时阵，你有能力即时马上顺服，通互你会通因为圣灵的同在，行伫真理的光中，并倚靠圣灵过得胜的生活，顺叹圣灵得到伊的恩膏甲恩赐。互你一生的年日受圣灵的引带，直到将来伫上帝的面前来得伊的称赞，甲基督同徛伫伊荣光的国度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咱今日大家堂聚会就到这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大家平安。